日嚟到清邁嘅一個半山啊，一個山上個一個度假村。咁樣呢度咧就主打咧就係安靜啦。咁樣入嚟房間一睇就有一個好大嘅浴缸放喺房中間，所以咧你瞓喺度又可以睇住你沖涼。跟住咧就有一個廁所，仲有淋浴間。咁之後咧有一個洗手盆，好似個桶咁樣嘅嘢。跟住呢度咧有一樣咧沖咖啡，不過有一個衣帽間，你可以喺度換衫、化妝。之後就入嚟啦，搞到張床好花，俾咗好多花俾你。Happy anniversary， 再有一個係 sofa， 好似張床咁大嘅，你可以喺度歇，又可以喺嗰度瞓。比較中意嘅 part 咧，嗰個部分咧，應該就係開門出嚟嘅露台啦。呢個露台咧係對住全部綠綠嘅，應該唔係花園啊。出邊種咗好多原生態嘅，唔知係咪茶葉咧，一行一行嘅。跟住咧就遠嗰度有一個屋咧，佢話係餐廳。再遠啲，高座山上面有一個白色嘅寺廟，棵樹遮咗嗬，呢個位先睇見。呢個位你踎低先睇見。陣間我哋會行上嗰個廟嗰度，嗰個山上，話有一個999級石級先上到嗰個廟。咁呢度咧最出彩嘅話係有一個無邊泳池，喺個另一邊樓嗰邊係樓頂嘅。咁啊啱啱去到樹頂4樓上面，或者高4樓啦，去到樹頂。咁啊一邊游水一邊係望實周圍嘅山野。咁佢呢度都有3個泳池，話有我哋樓上2樓都有個泳池。去到嗰個接待廳嗰邊咧，又有個泳池。咁因為呢度喺山上咧，就有好多活動嘅酒店設計俾你啦，又話去踩單車啊，有煮食嘅課程啊，又有瑜伽啊，咩運動啊，係去爬山上去嗰個寺廟。都有車，免費嘅車送你去市中心半粒鐘到啦。咁樣一日有2-3班車，咁樣你中意出市中心去食飯去 shopping 都得嘅。咁其實係算係鬧中取靜嘅啦，因為你去市中心都唔係太耐嘛，半粒鐘就去得到。咁嚟到呢度真係避世噶啦，周圍都係山林。